大家有冇諗過一個問題？如果死亡永遠都唔會發生喺你身上，會係點？唔係你身體唔會死，而係你嘅意識永遠都唔會經歷到自己死亡嗰一刻。聽落好似科幻小說，但呢個諗法其實嚟自一個好認真嘅物理學推論，叫做量子永生。今日我哋慢慢講，唔趕，當傾偈，聽到最後，你可能會開始重新理解我係邊個，同埋死亡究竟係乜。我哋由一個簡單畫面開始想象，假設有無限多個平行宇宙，每一次你作出選擇，宇宙就分叉。一個宇宙入面，你搭呢班車；另一個宇宙，你遲咗1分鐘；再另一個，你今日根本冇出街。呢個唔係幻想，而係量子力學入面一個好出名嘅假說——多世界詮釋。意思係咩？意思係所有有可能發生嘅結果，其實都已經發生咗，只不過喺唔同嘅宇宙。好，重點嚟啦！如果宇宙真係會無限分叉，咁當你面對一個會死嘅情況，例如意外、疾病、老化，會發生咩事？答案係一定會有一啲宇宙你死咗，但同時一定會有至少一個宇宙你冇死。可能係醫生奇救返你，可能係意外冇發生，可能係身體突然好返。而問題嚟啦，你嘅意識會去邊一個宇宙？關鍵就喺呢度，你嘅意識永遠都只會經歷到仲存在嘅自己，你唔可能經歷自己死咗，因為一旦死咗就冇意識去經歷。所以由你自己嘅主觀角度睇，每一次死亡風險出現，你都會醒喺嗰條冇死嘅分支。久而久之，你會發現一件好詭異嘅事，你永遠都仲喺度。呢個就係量子永生嘅核心概念，唔係話你身體唔會老，唔係話你刀槍不入，而係你嘅主觀意識永遠只會經歷生存，就好似一條只會行向仍然清醒嘅路。係咪有啲寒？但等陣，如果係咁，點解我哋會見到其他人死？好簡單，因為你見到嘅其他人只係你呢條宇宙分支入面嘅版本。喺其他宇宙，可能係你死咗，佢仲生，但你唔會去到嗰條線，因為嗰條線入面冇你嘅意識。而更加恐怖又更加哲學嘅問題嚟啦，如果你永遠唔會經歷死亡，咁你最後會經歷到乜？會唔會活到一個身體殘破、世界陌生、時間好似冇盡頭嘅狀態？有啲物理學家直頭話量子永生唔係祝福，可能係最殘酷嘅詛咒，因為你唔會乾脆完結，你只會一路滑向越嚟越不合理嘅生存狀態。不過亦都有另一種睇法，可能意識本身唔係綁死喺一個身體，當某啲條件唔再支撐我嘅存在，意識會轉換狀態，就好似由清醒變做夢境。死亡未必係斷片，而係換頻道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，呢啲係咪都只係諗下啫？係，量子永生冇實驗證明，亦都幾乎冇可能證明，但重點唔係佢真定假，而係佢逼我哋面對一個問題：如果你永遠唔會經歷死亡，咁你而家點樣活先至重要？當你意識到終結可能唔係一個確定嘅點，人生嘅重量反而落喺每一個當下。你今日點對人，點對自己，點選擇成為一個點樣嘅存在，可能比結局重要得多。最後，我想留一個問題俾你：如果你真係永遠唔會主觀上死去，你會唔會更加珍惜呢一刻，定係反而更加迷失？死亡究竟係終點，定係一個我哋永遠到唔到嘅邊界？大家諗下，而你而家仲有意識去諗，本身就已經係一件好神奇嘅事。